导演让我带点东西给您路上吃。谢导演，不过不用客气，晶晶帮我准备了。别人他们班都是送吃送喝的，这我男朋友来都拿吃拿喝的，这传出去，您拿着吧就。那我也太有面子了。拿着吧您就。那不客气了，谢谢。路上慢点啊！走的时候导演还塞了点东西让他路上吃，2、3、3、3、3。人家他们班送吃送喝，他送信号，代表自己表示可以不吃麻辣烫，不吃烧烤，但是必须要有信号啊！小心开车哦。走吧。晶晶，我在候场呢，你呢？在大巴上。大巴？对啊，单位安排了几辆车，按不同方向送我们回家。你们单位后勤还真好。哎，你现在这样跟我说话，你旁边的同事看到不会觉得奇怪？我在最后一排，旁边同事睡着了，试试你那边的信号，开的声音很小。我这挺流畅的，就是今天下午上网的人有点多，现在又好了。看什么呢？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哟。关于怎么化好古风妆，大家应该也都学会了吧？那么祝大家做个好梦，晚安。你还看明星直播啊？教化妆的。学海无涯。我猜你同事应该不会信吧？他信了。这难道是好久以前相信我是微信小程序那个？就是他。到家再和你交流化妆心得。刚刚有几个知识点没学会。好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上海已经入秋了。我又开始想你了。